有袂少的手摇的饮料店，热天拢会推出着杨枝甘露这项的饮料。有人客来指控，讲最近要来啉袂煞蛇过敏。原来这个人客对蚵仔会过敏，这间饮料店推出的杨枝甘露特别掺蚵圆来增加着口感，但是拢无标示害人食甲过敏。业者讲会改进，打来会写好清楚。 旁边酸叶加冰角加做酸叶冰沙，这滋味食起来好意思。热天饮料杨枝甘露，甜味的滋味受到最人欢迎。不过知名饮料品牌的杨枝甘露，互人客啉落煞过敏，先怎会安尼呢？ 手持的饮料品牌为着添加口感，特别伫咧杨枝甘露加蚵圆。不过消费者买回去煞啉加过敏，手嘛红个青。泡文控诉无应该做伫咧凉的内底配料，真侪人会过敏的物件，麻烦爱先甲人客讲，家己嘛毋是要讨赔偿，希望店家表示清楚，嘛是要提醒有人对蚵仔过敏。 店内菜单较受标示酸叶椰子等等过敏源，不过蚵圆并无写，而且现行法规容器或者是包装食品，明确列出11项爱写提醒的原料。不过手持的饮料是现场做的，并无伫咧食安法的规范，应该标示内容无含过敏源的类别。消费者除了目睭爱配合金，买时嘛拢爱加甲人问。我们在临床上也有些民众常对说对一些花生还有坚果过敏。 就要避开这些食物，比较轻微的话，也许就吃了之后，皮肤会长荨麻疹，会痒，会不舒服，过几天就好。那如果有时候会产生很严重的过敏反应，那时候可能就会产生过敏性休克，呼吸困难，会有生命危险。 当事人讨论了后，引发讨论，真侪人嘛希望将身份标示清楚。品牌伫咧社群留言回释咧，对外回应嘛搁一摆回释咧，强调杨枝甘露相关文宣拢会特别标示有加蚵圆，人客要加唔加拢会使讲，菜单卖写详细，才袂引起消费纠纷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